这个继续带着咱团队的小伙伴出远差啊！哎，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季风樱桃园，过来摘樱桃了啊！接下来汇报一下咱今天的团成员，来，小细胞。天很蓝，风很暖，生活格外的美好和安宁。老是这一套，抓紧时间。下一位，这个就是你在视频里说的这个大帅哥啊，朝阳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我的眼镜了，我看大家都戴眼镜了。你不做好自己的防护，来，摄影师来一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也就是说这一期还没人报。我做主了，我跟你说，正吃桌了个呢。看到这儿也都会为了这节日为啥不换衣裳啊？不是不换衣裳啊，原因是这个给拍肥皮是一天啊，俺们是一天拍了2个素材。刚吃把肥皮来了，这是。那么这一期的话，依然还是有摄影师，依然还是叫帅哥朝阳出镜，但是今天咱的主题还是不是看帅哥，而是看樱桃。接下来跟着咱的镜头摘樱桃了，走。你是毛哥，这一对 C 吃的仿佛错过了很多呀。莫咱的丰富。不用洗，莫是这个是不大的。最甜。我大的。摄影师，感谢你。谢谢。美女都没我。唱一个。所以吃一根也才是你嘴的。这个叫蛇莓，能吃，查过了。前面要谁？